来自台湾各地头的志工，拢来到灾区提沙挑斗清土，都必须是超人同款，所以互讲是沙挑超人。有民众伫社群媒体来分享，讲要转去的半路，甲其他的志工来开讲，问讲等一下要安怎转去？对方竟然讲驶火车转去。原来这位是沙挑超人，阁是代替的驾驶，放下这个沙挑，是一个守护大家平安回家驶火车的驾驶。是毋是真正有司机员来加入到救灾的行列，代替要来查证？车厢关门之前，规个台同齐倒打送秒数，都惊人受灾。站长的提醒，有人无听到。花莲港府放山乌叶流的事件非常高大，已经超过1个礼拜。来自全台湾各地英雄，嘛是继续行脚到来到公府斗山港。您可以看到，其实今天呢已经是连假结束后的第2天，还是有不少的铲子超人来到灾区，要来协助清淤救灾。那么他们就是直接从车站出来，就会在这个分配站来分配工作。连假过了后，民众同款无听晓，公府车站头前英雄领还不出，就伫咧工作分配站等待后一步的指示。不过，你敢有想过身躯边的志工朋友是啥物身份？民众分享要转去的是和身边的志工伫咧开讲，问伊等一个免怎转去？对方回讲要驶火车转去家人，会真奇怪，敢是用这个？原来这一位志工是司机代替驾驶，民众更加分享这一位司机真热心，若世界之愿，因比较坑咧，佫是一位守护大家，这大家平安转去处理的驾驶，使人敬佩。对干部驾驶嘛，过去灾区斗山港代替搁伫咧进一步较近，火车除了再升起的任务，清洁人员嘛认真伫咧摒扫，互志工会当适时坐火车。手套、牛奶、护目镜、八宝粥。一帮一帮列车驶入港府，再无共款的身份，毋过有共款信任的英雄。无论手提的是烟笔啦，或者是韩道路，拢伫咧第一线守护灾民，嘛互大家拢看甲真甘心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